咱继续来看花莲的山区哦，传出有未少崩山的消息，溪里哦拢是石头啊。有民众是烦恼讲，土石啊，甲溪水拢塌掉的，那雨水上过济哦，部落恐惊会淹掉。公路局是宣布讲哦，今仔有3个路段、3个时段会来开放苏花公路，那毋过下晡1点以后路会阁封起来。另外哦，今仔早起花莲的近海嘛又阁发生地动。车牌甲长岛落地，中地管制站外口，这毋是几工前画面，是公路局阁宣布车子阁开放苏花路人上北通行。现场咱看到，伫中地管制站遮有真侪台车拢伫咧排队等待，因为苏花公路伫中道进前有3界开放车辆往北来行，但是过了下晡1点了后，阁会继续封起来，就是烦恼伫迄个时阵，台风山陀儿对苏花路龙的影响会阁较大。管制站阁开放用3阶段放行，为初日早起8点加早起10点了后，分别开放20分钟，最后一摆沿行是伫中道12点放行1点钟。啊，毋过公路局考虑中道过后风台接近，对苏花影响大，会阁封路管制。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我送他们过去之后，我是司机，我要回来花莲，我是花莲人，我很可能只是接一趟单，我就被迫留在外地。想说趁着天气还不错，赶快先离开这里。来到这里之后，结果对他已经管不地了。既然公路上报有条件开放，逐工拢爱看天气来决定，无既定的时间表，交通拢拍乱。啊，毋过风台豆接近，车子阁拄着地动，天灾时电线来也陆续有灾情传出。山坪一片光影影，控诉控山地动了后，就出现这种情形。连续地动尾加上风台，土石一直往下卡连，全部接到湖泊顶悬，花莲在地居民也烦恼，这石头走动起啊，严重恐惊部落拢会淹起。它这个落石会一直持续下来，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会担心的原因是这样，它会导致说我们山镇这边会淹没，所以我们会害怕。像我们用搭这个，有人还是会把它推开，它还是硬要过去啊，吊车。山区一直传出灾情，平地严重风经过一暝大雨，伫主会就标报长，头前的丰信道路有积水影响通行。虽然山台已经降做中度风台，毋过带来问题依然未显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